两公啊，这个车白也就是24节气的白露。人咧讲龙井树白露油，白露草家己拗。当年白露这段时间，也就是白灵溪飞往南边的时间。婚姻古溪乡上湖产者，伫咧中秋节前后这段时间，有9,000-10,000只的这个白灵溪规定飞过。伫咧半空中，那亲像是一条河共款，场面有够大，都有人利用空中翕相机翕到一年一届，精彩画面。规定的白灵溪顺清水溪靠气流伫天顶飞，变做袂输那一尾白龙同款。但年旧日白露的时阵，白灵溪就会向南边飞。规定的白灵溪伫天顶飞，香港是世界级的景点，就民众用空中摄影机把这个珍贵的画面翕落来。就是要全部手动模式，然后你要随时注意你的荧幕。因为如果你看用那个目视的话，根本看不到，已经飞很远了。我是跟着鹿群，跟在它后面，然后保持一定的高度。云林古溪江湖村伫清水溪边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真万只的白灵溪咧潜水的时阵，会伫遮飞2马，正做上水的景点。这个湖它会在这边盘旋，这几天最多的话看到上千只了。因为它就是慢慢现在开始就大量一直白鹭鸶会一直南迁。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嘛讲，白灵溪上济时间是中秋节这10仔到重阳节，对这种白灵溪特别的生态景观有兴趣的民众，买当安排时间亲目睭去看卖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